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台积电董事长韦德加伫北京甲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宣布要搁伫美国投资1000亿的美金，起3间的晶片工厂、2间的封装工厂，甲1间研发中心哦。川普佮讲，加拿大甲墨西哥应该嘛爱亲像台积电，直接倒来美国制造生产，这安尼就无关税的问题。川普佮讲，若台湾有代志，对美国影响会真大。甲美国总统川普一个商务部长会谈了，台积电董事长韦特加伫北京开共同记者会，宣布台积电会个投资1000亿美金扩厂。We are going to build 3 more new fabs. After we promised 3 fabs already, and another 2 very advanced packaging fab, and most important, R&D center also in Arizona. If they did them in Taiwan to send them here, they'll have 25% or 30% or 50% or whatever the number may be someday. It'll go only up. But by doing it here, he has no tariffs. 川普除了讲关税问题，也讲世界上上强大 AI 晶片将会伫美国制造，这将会占台积电生产晶片正大一部分。也强调台积电总部主要是伫台湾。有记者问讲，若中国决定要孤立或者是占领台湾，是毋是让上大限度减少对美国晶片的影响 I can't say minimize. Tha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obviously. But it will at least give us a position where we have, in this 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we would have a very big part of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if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with Taiwan. 川普也强调，伫美国生产晶片加半导体是关系到国家安全。在此之前，美国伫全世界市场占比差不多是0，即马将会到40%，是正大的成长。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台积电宣布要搁伫美国投资1000亿美金哦，今仔台股台积电一开盘就落24块，市场是真烦恼讲台积电的技术会外流，嘛至于讲台积电的利润甲股利敢会因为海外市场高成本去受到影响。台积电是强调讲，因长期的毛利率拢有53%哦，股利嘛继续稳定增加，嘛佮强调讲，伫美国的投资未去影响到日本甲台湾的投资计划。台积电宣布增加1000亿美金投资美国先进半导体制造，是真受到市场的注意。这是台股台积电开盘是落24块，中来到996块，失守1000块的大关。台股的大盘嘛未报捷，中是来到上价22359点，落尾400点。面对台积电这条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案，市场的反应一路真大。的规模以及在投资的内容上都比原先市场预期那么还要来得大，那么等于台积电一次性的满足美国川普总统那么他的一个要求。专家分析，这项正大的投资案有机会避免美国总统川普对台湾晶片扣关税，另外扩大伫美国的投资，嘛会当有效来压制竞争对手，进一步享有美国的水电资源。不过，投资案强调提升美国制造，而且投资的工厂会愈来愈先进，按算美商的设备和材料厂会优先受惠。当然也会分散对于台湾在本土这个半导体制造，特别是在先进制程方面的它的重要性。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扩大，后壁是引发技术刷去外国的议论嘛，对咧欠悬。但是台积电讲，长期毛利率是到53%，和持续稳定增加股利，这2项拢是维持未变。另外，伫美国的投资嘛，未影响到日本和台湾的投资规划。海外的投资或者在国内的投资，我想每一个企业都会审视他自己的这个能耐或者他的需求。台湾完全有价值，台湾变成是全球大家瞩目的这个焦点。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强调，台积电群留台湾，继续壮大台湾，是国家、政府和产业界的共同立场。不过专家嘛表示讲，台积电在美国第一摆的先进封装投资，嘛会完善美国国内 AI 供应链，后壁影响阁需要长期来观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针对于台积电要扩大投资美国，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调讲，产业进行全球的布局，加紧留伫台湾是政府甲产业界共同的立场。外界嘛真烦恼讲，这恐惊会减少台湾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去影响到国家安全。
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1000亿美金。行政院强调讲，政府会依法来审查，确保半导体产业和国家整体竞争力。行政院长杜永泰阁讲，政府和企业是了解对方的立场，会予以必要的协助。但是嘛强调讲，不管产业安怎做全球的布局，均留台湾是共同的立场。我国的先进产业或其他产业如何的做全球的布局，跟留台湾，继续壮大台湾，是国家、政府跟产业界共同的立场。这个立场绝不动摇。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讲，这件投资案和美国在晶片产业有优势，佮强调讲，若台湾有代志，美国会发挥重大影响力。外界质疑讲，这是台湾的经济命运转向，佮和台湾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降低。唔那是会启发烦恼讲产业空洞化，有可能会冲击国安。当台积电整批的全部移到美国，那我们有什么筹码可以让美国一定要来帮忙台湾？台湾作为小国，必须要更多的耐心跟智慧来均衡投资，同时间我们全力的维护台海间的和平。学者分析，台积电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地做全球的布局，有可能会当让半导体供应链更加稳固安全。川普并无明确承诺讲会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保护台湾，单方嘛是要注意地缘政治的变化，确保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会当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来结合甲卡巴。美国在台海以及两岸的基调上面，并没有做一个在这一点上面，并没有做一个很明确的改变。确实透过这样的作为，是还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跟美国安全的合作和协防的这样的效果。学者讲，美方正在加大对印太区域的投资，反映出和中国竞合的决心。台湾除了强化和美国在半导体合作，嘛要继续和包括欧洲等其他民主国家来联手，才会当确保台湾的优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一届公开表示，讲台湾的台积电抢走美国晶片的生意，嘛讲要扣进口晶片的关税。有人讲哦，川普的目的是要把上先进、上关键的半导体技术引进美国，减少对亚洲的依赖。川普政府未来敢会阁要求愈侪半导体设备商嘛搬去美国，对咱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会有啥物影响？今日解破新闻，咱特别请义诊来为咱整理各界的看法。是主播，台积电宣布要搁伫美国投资上无1000亿美金，也就是代表3兆2000多亿，用来起3座晶圆厂和2座先进封装厂等等的设施。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消息一个公开，遂引起关注。咱拢知影，Trump 第2任期实施真侪关税改革，即马台积电扩大投资。Trump 表示，晶片伫咧美国生产就免放扣档税啊。有记者就问 Trump， 中国若想要拍台湾，这项投资计划是毋是会当减少晶片对美国的冲击 ？Trump 表示，台积电总部搁伫咧台湾，若假是出代志，对美国来讲是有正大影响。Trump 一直想要发展半导体，甲台积电的技术摕去美国生产。咱国内就有人讲，照这个办势，台积电无定就会变做美积电啊。因为台湾未来若准无供应的优势，失去这张王牌，未来敢阁有本钱伫咧国际徛起？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目前供应链是被规个拢煞去，上重要研发中心会留伫咧台湾。若行政院长杜永泰嘛讲，这半导体产业的根会留踮台湾继续壮大。到底台积电这项投资计划对咱来讲是好还是歹呢？有学者认为，投资1000亿美金，分做4年，一年是250亿美金，已经超过台积电一年支出的5成，一定会造成台湾资本外流，而且供应链豆豆刷过去，这人才甲技术嘛拢有外流的风险。不过学者也讲啊，台积电扩大投资，可能会当带来新的商机，对咱的半导体产业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上无伫咧短期内会当稳定咱这台美之间的关系。最近美国介入陆欧的谈判，泽伦斯基和川普贴破面，国内贸易派是提醒讲，今仔日的乌克兰可能就是明仔载台湾。伫咧外交事务这本国际期刊顶悬，就有一篇文章，讲美国会想尽办法降低台湾的战略价值，因为安尼生，就算台湾去互中国占领，对美国都袂造成上大的冲击。不过台湾和乌克兰无共款。美国上大对手是中国，毋是罗西亚。川普是生理人，袂开大钱去相战，所以全力避战嘛是台湾争取川普支持的关键之一。咱台湾毋但爱甲半导体产能和技术抓伫咧手头，
该保护台积电，莫去予美国规划放弃。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咱个时间交通去主播。感谢伊真哦，咱继续来关心咱国内罢免案的进度。目前是有19个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第一阶段已经通过。另外，包括齐卡新、大树堡等13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第一阶段嘛通过了。因为目前哦，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拢个爱保行，正从中共的董事长赵少康得招郑道南来声援，嘛呼吁讲国民党得爱动起来，那样哦嘛对中产会来提出质疑。面对全台大罢免潮，中选会讲到初三为止，拢总是32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会当入来到第二阶段的人数，12件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是无够件数，必须要补件。互那爷质疑讲是故意的操作，对这中选会的主委李进勇是严正驳清。我们地方的选务人员在查对的工作上，都是秉持着依法来行政，而且严守中立的立场。联署书它呈现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就是按照规定来做查对的工作。进前大骂国民党罢免的战略真歹的中共前董事长赵少康，是亲身找郑道南到网家国公市场替罢免台北市上午立委的团队，对这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讲会做好准备，无人得讲的零处理。民进党哪是只靠人民团体？人民团体哪有这个力量？人民哪有这样的资源？人民团体哪有这样的这个金钱？不可能了。国民党的年轻人充满了这个热情跟斗志嘛，哈。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帮助他们了。台北市在政治的结构上相对是蓝大于绿，所以国民党依据他们的政治优势，择定了在台北市对于双吴思瑶、吴沛忆要来进行恶霸跟乱霸。但我们相信正能量会力挺优质的立委。大罢免特别入来到关键的第二阶段人数 ，NGO 组织嘛开始串联响应，除了声援伫上精线的罢免团体，嘛呼吁法务部、警政署、中选会和相关单位，应该比照选举时期，针对违反选罢法的相关用台行为来做查察。国民党和国民党的这些执政县市，他们已经开始耍很多小手段。如果你们继续恐吓这些团体，跟恐吓这些个人，只会激起更大的愤怒。来降档，谁来体验？很有信心。反对罢免我的倒数几乎达到70-80%。所以并不会担心这样。我一点都不会担心。目前国民党立委通过第一阶段罢免的，敢若剩陈超明、柯定军和林派雄，还未公布审核的结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目前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今仔指出，讲有19架次中共的军机出海，其中有11架次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咱国的西南空域。另外，还有5架中共的军舰、3架公务船。最近中共东部战区在进行实弹操演，国防部长郭立雄嘛指出，讲解放军目前是阁无两栖作战拍台湾的能力。嘛认为讲美国甲咱台湾有共同的利益，美国会来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台海情势严重，负责对台作战的共军东部战区最近大动作发布舰队实战化训练影片，共军自用舰、二型舰等舰队演练对海突击、舰炮射击、强化海上联合作战相关区域局势紧张。现代海战是体系的对抗，必须强化连队意识，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另外，国防部随时发布证实19架次强机出现台海，其中11架次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咱国西南空域。另外，5架次强舰、3架公务船绕台，并对中共加速优混转战，甲演练拒绝组织外兵介入和外界干扰。共军敢是已经具备发台能力？在有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海峡作为天然屏障的情况之下，我不认为他的能力现在已经具备这样子的两栖作战能力。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回应台积电议题时指出，中国侵台，美国也受到冲击。郭立雄讲，台湾伫第一岛链的中心位置，美国未放弃印太，所以台美有共同的核心利益，会当采取共同合作，防止战争发生。美国最大的核心力就是要维持印太区域。当然，包括台海区域的一个现状的维持、和平稳定。我想，
我们都有一个，既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我们愿意采取一个贺主的方法。不过，顾立雄话一顿强调，以实力谋求和平，才会当得到真正的和平。也宣布今年的汉光41号演习，电脑兵推延长做14日，实兵演练也翻倍做10日。落地无清楚地带应变处理，反制重重的威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的大法官被提名李诺，全部拢互立法院否决。总统府搁再准备要进行提名，嘛接受公开的推荐。司法院是推荐推杀国民法官制度，最高法院法官所属5顶4个人。法务部是推荐捌办过变革国务机要会已经退休的检察官陈瑞麟。检察官协会冇推荐人选咯，那么做伙来看卖。前检察官陈瑞麟，几啊年前经办淡水边的国务机要会，甲前总统淡水边的夫人吴淑珍起诉。虽然已经退休，不过法务部甲推荐伊做大法官。谢谢啦，因为现在总统还没有提名哦，我现在不方便发表什么话海了。得到法务部的推荐，陈瑞麟敢若讲感谢，其他是无加讲。换到检察官协会推荐的大法官名单，这位嘛受到大家关注。至少政治部门要有共识的情况之下，去宣告死刑，禁止死刑，才有这样的正当性。在死刑释宪案，捌代表官方辩论，伊是高检署主任检察官林丽莹，对宪法法定的判决，要求判死刑都要经过一致决，嘛捌质疑有争议。除了检察体系提出人选，司法院嘛有推荐的人，4个法官伫名单内底。一方面感到荣幸啦，另外一方面感到惶恐。因为这只是最高行政法院或是司法院的推荐，那最终还是由赖总统来做最后的提名嘛。包括最高行政法院张国芬、最高法院魏大良，甲所属5等的法官，拢去予司法院推荐。其中所属5是国民法官制度幕后推动的人。总的来讲，这些15届的人在他们的岗位上原则上都是认真的，但是在历届的大法官里面，比较有进步思想的应该是学者出身比较多，反而是在15届的偏向保守，但也不一定啦。头一批大法官被提名人，去年伫立法院全部拢去否决。这个大法官的课已经3个月，到大陆也未报复交。这一届各界再提人选，什么人会当互提名？就等总统府的相关审政小组来公布。公司新闻台北报道。大学学测公布成绩了后，高雄女中今年因为无人满积分，来真做是新闻的标题。阁有部分学校无经过学生的同意，就公布学生的成绩。有一寡学生团体今仔是公开呼吁讲，拒绝公布成绩榜单，嘛要求教育部应该爱检讨大学考试的制度。25学测放榜，想要到高雄女中刷意外上新闻的版面，真大标题罕见无人班积分，乡女挂零顶自由，网络社群一直传。乡女校长郑文琪佫表示，查某囡仔的数学本来就比查甫囡仔较弱一寡，引起社会议论。包括雄女、小港高中等学校去签锁学校备忘录，承诺不要再发布放榜新闻，不以学测成绩排名去评价学生。然而，随着时间过去，这些承诺却变成了被遗忘的备忘录。儿童权利公约已经内国法化多年哦，距离这个首次国家报告已经8年了，我国的这个教育主管机关仍然没有提出一个有效的方法来改善学生的心理压力。对于我班结婚的乡女生，伫新闻逢考上数学无啊，学生团体呼吁拒绝公布升学榜单，升学制度应该更较有成就，学测无应该加做唯一的标准。我们明年开始，我们也不会公布啊，因为新北地区的学校也是联合不公布了。是大考中心它有各种数据了，学生自己拿到自己的分数，自己去对照就可以了。而在我的班级或是我认识的朋友之中，很多都是为了追寻医学、药学或是牙医系。我开始怀疑，我们把适性扬才作为教学目标，是不是能够被落实？学生团体认为，爱重视学生特质甲学习历程，提供更较侪公平入学机会，也呼吁教育部爱发函重视学生的各自相关规范。国教署回应指出，肯定学生诉求，认为学校应该让学生探索
开发自我兴趣甲潜能。学校办学时，无应该局限少数学生单一成绩表现，避免课办成功定期，爱肯定学生多元成就。另外，若安排媒体受访，也是公布榜单，爱尊重学生的意愿甲文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这几档近代卫星发展是真受到重视，无人机的技术在各方面嘛真重要。今仔日立法院有一场座谈会，针对近代卫星甲无人机的创新来进行讨论，那么做伙来了解。最近台湾周边海底电缆线受损的事件直直发生，若是拄到海底电缆线受损，会严重影响台湾对外的通信。目前台湾正在积极布建近地卫星，近地卫星会使伫拄到天灾或者是人为破坏时，维持和外界的通讯联络。拜二，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举办近地卫星甲无人机技术的国防应用座谈会，同齐讨论这两项技术未来的创新对台湾国防的重要性。把这个我自己的网络建构起来的话，会是最安全的嘛，对吧？并不是跟别人共用，但是这个是个阶段性的目标。发展近地卫星的民间企业表示，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建立台湾家己的近地卫星安全网是一个发展的方向，也会当结合外国的资源，加强台湾的优势。也若发展无人机的民间企业表示讲，中国若是发动无人机攻击，影响两岸冲突，就会有大规模的无人机飞来台湾的领空。咱现处是要赶紧发展反制系统，做自我防卫。防卫型的无人机，它会更着重在去找到这些进入的无人机，然后用比较 AI 自动化的方式去击落这一些来犯台湾领空的这些中国的无人机。怎么样用最低成本去达到最高的反制效率？这是我们必须要去考量的。所以，不管是干扰，或者是主动反制，或者是用雷射，这些都是要相同并用的。针对发展无人机的反制系统，民间企业表示，目前台湾防卫型的无人机正在测试，下半年会有新的进度。伫咧座谈会现场，企业和专家学者拢强调建立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因为若是中国想要破坏卫星通信，也会危害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建议会使朝集体安全发展，提升台湾的国防能力。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来看台湾师范大学体育运动科学系甲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发现，讲做运动会当改善认知功能哦，什么会素拢有效，尤其是对18岁以下还是50岁以上的民众，效果是愈明显。运动的好处真多，不过你敢知影？只要做一摆健身运动，就会当改善大脑的认知功能。这是台湾师范大学联手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合作研究发现的。当你只做了一次性的健身运动，你的认知功能就可以达到10%以上的增加。而这些认知功能的面向包含什么？包含了各种不同的类别，其中你的注意力。你的执行功能。研究团队发现，只要做一摆健身运动，对各年龄层拢会当达到锐化脑力、改善大脑认知功能，尤其是18岁以下、50岁以上的民众，效果更加明显。研究也个指出，那民众选择的是混合多种健身运动形态，像有氧、混合阻力。健身也是其他运动，瑜伽等，也是做中等到高度等的运动，做20分钟，就会当达到改善大脑认知功能上大的效益，对记忆甲信息处理速度拢有帮助。透过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之后啊，我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上课说的话都还记得，然后回去稍微读一下、写一下，其实在那个考试的表现上都还蛮好的。我觉得运动之后，像那个肩颈的酸痛都有改善，然后也会让思绪更清楚。研究团队建议学生会当透过适度的健身运动，提升注意力甲执行能力。对时间有限的一般民众，也会当选择20分钟慢跑，在工作上提升信息处理的速度。老大人是会当透过运动提升记忆抵抗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声明讲，俄乌战争要结束搁早。美国总统川普暂时讲，这是泽伦斯基上歹、上老的声明，美国袂搁吞论咯。泽伦斯基是又搁伫社群媒体大文讲，乌克兰需要的是安全的保障。白宫拄仔嘛证实讲，川普已经下令要暂停乌克兰所有的军援，但甲乌克兰高层有想要讨论和平的意愿，才会恢复军援。
川普崔三暗伫北京的一场活动，针对泽伦斯基的表态真无欢喜。伊讲，这是泽伦斯基当做的伤害声明，美国袂搁再用论。He better not be right about that. If somebody doesn't want to make a deal, I think that person won't be around very long. That person will not be listened to very long. 川普伫咧伊自创的社群媒体真实社群内面讲。只要有美国支持，即可就无希望迄个所在有和平。也批评伫咧英国伦敦举行的英国、法国、乌克兰三方会谈的欧洲领导人，伊讲，这可能毋是向俄罗斯示威的伟大表态，因到底是伫咧想啥？咱来听泽伦斯基迄当阵是安怎讲。Угоди про закінчення війни ще дуже далеко. 伫川普会都回应了，泽伦斯基伫社群媒体也答文讲，要全力互乌克兰的外交有真正实质的意义，要停止战争，也要安全保障。Ending the West's isolation of Russia. That's what Putin's interest is.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ending the war. He thinks Russia is winning, and he thinks that as time goes on, the West will be more fractured. Clearly, we've had a major US-European break on all of this. Tha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emselves are not united on this. So I think President Zelensky is quite right. I think the war will continue for a long time. 川普有讲伫崔世汉会有一场演讲，讲是会互大家知影真相。原来是什么代志，大家拢伫咧以是甲乌克兰有关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美国总统川普昨个宣布讲，初四开始要来针对加拿大甲墨西哥扣25%的关税，针对中国嘛要扣20%的关税。墨西哥的总统是表示讲，已经有准备了。也毋过美国股市可能是因为关税造成原物料起价，所以三大指数拢大落收乌。美国总统川普伫甲台积电董事长韦德加会面了后的记者会中，宣布会对加拿大甲墨西哥扣25%关税，对中国关税也会增加到20%。川普是以加拿大、墨西哥两个打击芬太尼危机、甲非法移民无看到改善为由来扣关税。Vast amounts of fentanyl have poured into our country from Mexico, and as you know, also from China, where it goes to Mexico and goes to Canada, and China also had an additional 10, so it's 10 plus 10, and it comes in from Canada and it comes in from Mexico, and that'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川普对加拿大、墨西哥扣关税，会明显影响跨国汽车、甲电子产品供应链运作。业者若无法度家己吸收关税成本，可能会造成美国消费者增加开销。汽车介绍因为车型的无同，可能增加3500至12000美金。En esto hay que tener temple, serenidad y paciencia. Y tenemos plan A, plan B, plan C, plan D. Me parece que lo de los aranceles son inaceptables. Somos socios. Y hemos sido socios ya desde hace muchos años, desde el siglo XX. 北京赶快反对华府透过关税施压谈判，预料中国对第二波的关税会阁提出报复措施。川普扣关税加重市场的烦恼。美国2月份制造业 PMI 指数也比1月份淡薄仔，显示制造业成长变慢。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全面落盘收乌，标普500更加出现去年12月18以来单日上大的波幅。My concerns about the interest rate scenario are largely tariff related. I think the tariff scenario is definitively an inflationary aspect to what can happen within the economy and the market. 分析师进一步指出，若袂当看到通膨呈现下修的形势，都真歹对经济前景乐观。就连 AI 概念股回答，也因为股市烦恼，中国西过美国出口管制，股价单日大盘挖8%，可能进一步冲击全球供应链甲企业营收。公司新闻戴慧仁编译。再来看德国西部一个都市，昨又阁有汽车乌白枪弄死至少2个人。警方表示讲，这嫌犯有精神的疾病，伊弄死人了后是往家己的厝里开枪，送病院急救，目前状况稳定。另外，伫西班牙巴塞隆纳有2台巴士烧落，超过50个人受伤，其中有4个人重伤哦。车祸的地点是离目前正在举办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无偌远。
画面上都是一般的街路，但是听到真吵的声，走落来就看到一台车加速冲过去，接嘣一声真大声，互大家拢着起惊。这个汽车弄一堆人的事件是造成死伤。警方讲嫌犯是一个差不多40岁的查某人，是一个人犯案，已经排除对公众有进一步的危害。Dass es sich um eine politisch motivierte Tat handelt. Wir haben viel mehr konkrete Anhaltspunkte auf eine psychische Erkrankung des Täters. Deswegen konzentrieren sich die Ermittlungen insoweit. 因为嫌犯捌伫2018年底面册大文，红判极右派的冤首万婚言论罪。不过，这摆赛车去弄一堆人，初判和面册大文的这个案无关系，但因为赛车共同的这个案件，红指控2项的谋杀罪。Aber darüber hinaus haben wir keinerlei Anhaltspunkte außer diesem Kommentar und wir können es nicht einordnen, ob das eine Gesinnung ist, die dahinter steht, oder ob das, sage ich eher, aus Dummheit.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一条主要车路是发生爆速烧动，东风玻璃是碎甲规涂骹，其中一台车的车头变形甲较严重。We wanted to go out, but something happened from behind, crashed us, and we all was fall out. 这个事故的地点是发生在市区，车有够多交通要道。迄当中一台载一名意大利学生的巴士，和一台载德国邮轮乘客的巴士，规个去撞到，造成几十个人受伤，其中有个人伤势真严重。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一寡受伤的人是过路人，是伫车撞到路边的墙啊、和顶的时阵嘛，互撞到。因为世界行动通信大会主办场就伫附近，这个车祸引起当局真大的重视，嘛已经开始调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过来消息咯，过来看宜兰县去年一间国小附设的幼儿园，一个3岁半的查某囡仔，互老师虐待，烦恼讲未来会阁发生类似的案件，幼囡仔嘛无法度来清楚表达。县政府当个评估，看讲敢有需要来装监视器，也毋过老师甲家长团体有无共款的意见。去年宜兰县某一间国小的附设幼儿园，捌发生一个3岁查某囡仔，伊的私密处若像去互老师拍的案件。不过，这种不当对待甚至是虐待囡仔的案件，会因为幼儿园的囡仔口语表达的能力也无遐好，要调查真相较学。县府教育处规划，针对捌发生过类似事件的幼儿园，用专案评估，敢是爱按监视器。像如果有曾发生过的个案，那这个部分除了调查以外，我们也会做专案的评估。来评估是否需要来做专案的一个设置。宜兰县目前有50间国小附设的幼儿园，无发生过苦毒囡仔相关案件的学校，县府嘛鼓励会当按监视器，不过会先调查家长的意愿，未强制规定。不如果针对这项措施，县内老师甲家长团体有无共看法？政府应该要做的是，当他有需求的时候提供援助。我们比较不希望看到用强制性、全面性的一个安装的部分。如果你做这件事情上是持平友善的，我非常支持。可是你特别针对性，我不支持。教师团体认为讲，按监视器并不是解决幼儿园教学现场混淆的万灵丹。公部门应该透过甲幼儿园骹手等保护罩的方式，来打造更较侪公共参与的教学空间。家长团体指出，这个措施若干那针对幼儿园会有针对性，无够优先。幼儿园的教职员嘛会有无互信任的感觉，高中甲国校啊嘛应该会同款。现在县府表示，高中国小较无调查困难的问题，评估幼儿园按监视器，是希望会当保障合法，防止搁再发生不当对待或者是苦毒囡仔的行为。公司新闻宜兰报道。南投县的乡长刘启鹏最近向检举讲，甲家族经营的饭店的事业废弃物载到清洁队去等。照理来讲饭店的本色就要透过合法厂商去载。检方约谈乡长阿某，先后2个人是拢交保。刘启鹏今仔是表示讲，废弃物清洁法对事业废弃物的认定无够清楚，望讲政府会当来提出具体解决的办法。南投县县的乡长刘启鹏，互人指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也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等等的罪嫌。南投检方证实，已经约谈刘启鹏翁阿某2个人，伫讯后分别以15万甲10万块交保。经侦讯相关被告后，已分别预支交保新台币15万元不等之金额，后续仍将调查厘清案情。刘启鹏被指控涉嫌利用乡长的职权，派人将家族经营的2间饭店所产生的粪扫载去到县地乡公所清洁队的所在放。不过，依照废清法规定，饭店所产生的粪扫属于事业废弃物，就要家己找合法的清运公司来处理。
因为刘启鹏是出面来法院网，认为废清法对事业废弃物的规定无明确。我们清洁队一直长期来服务着乡亲另外，县政府也有明文规定不得拒收拒载，在清运过程当中，皆要服务好我们的乡亲在垃圾分类上务必要做好，让我们在清运过程当中减少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以及相关的这个法令的这个违规。刘启鹏表示，日月潭周边是自商混合区，真歹界定本所敢是事业废弃物，嘛无规定袂当看区段，所以才会要求顺路将水里的本所再登去稀池清洁队。不过南投县环保局表示，事业废弃物也是要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清运处理。所以原则上，只要是沿街收运的部分，清洁队依规定收都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很明显是饭店到了，他穿着制服，针对这个明显是穿制服或者明显从穿制服从餐厅出来的垃圾，原则上清洁队员就应该要了解，然后如果是失业就应该要拒收。环保局表示，除了要求清洁队应该爱对大量或者是特定机构来源的本所加强把关，若是有需要处理的事业废弃物，嘛应该爱找合法的清运业者，也是由环保局以专案申请同意，而且收钱了后才会当合法来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吉鲁卡桃园海沙处自治条例，这个月底就要实施，厝主家己拆掉，上侪是当补助20万。另外，针对海沙处的登记，除了有量级奖励，买来协助海沙处的公办多金。外表看起来和一般的主体是真相同，但这间厝内面的厝顶和壁是歹，红蒙头搁落落来。伫桃园区的正宫花园新城是一个海沙厝的社区，真侪住户因为感觉真危险，拢搬走啊。即马搁住伫内面的住户嘛是住甲真惊，惊讲随时会有状况。这个睡觉，老实话讲有时候要戴钢盔嘞，万一说楼板掉下来，真的是会脑震荡，会出人命。为了确保大家安全，桃园市政府是推动防灾途径，整定高的离子钢筋南控建筑物，就是一般在讲的海沙厝的处理自治条例。新定海沙厝停止使用拆除标准等明确规范，拒绝停用的人，一摆上悬会当甲罚6万，而且会当代替伊来强制拆除。厝主若家己拆，上悬补助20万。这新定的规范，按算伫3月底就会正式上路。正光花园新城社区已经有过半数的住户同意转轨为公办都更，目前已向市府递交第1阶段的申请，市府正着手进行建筑模拟的量体以及财务的试算。主体发展处讲，为了要加速来帮助海沙厝社区的居民，会当来重建家园，除了提供用这奖励，嘛帮助同意比例到目标的海沙厝社区公办途径，希望透过这会当来降低即马社区信任度无够，而且真歹整合的这问题。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去年，金门县政府甲要替伊个太武轮关乎离岛乡公所，正做是离岛头一只公家船哦。早伫高雄港交予离岛乡公所咯，按算还收了后，年底地当来开始提供服务。插安倍蓄水的金门太武轮，初3驶至高雄港完成点交，县政府台东县离岛乡公所。有27年船龄的太武轮，过去是来往小金门甲金门的公共运输船，也要完成金门厦门小三通的首航任务。原本金门县府要态度退役，不过台东县离岛乡20多年来一直争取公务运输船作为民生部主甲医疗后送，不过无法度争取到。即马金门县政府愿意捐出太武轮继续服役，互离岛乡海上公共运输迈出一大步。改尊节总统座椅差不多40-50位就好。然后我们着重在医疗跟载运这个货物输泊，这个来便利乡亲目前太武轮爱先伫高雄港做整修改装，年底才开回绿岛，因为太武轮是铁船。伫海面风险强大，民营客轮袂当开船的时，由外会当执行政务。不过乡公所无货船运输的业务编制甲养护有限，官府表示今年会协助离岛乡成立相关的业务单位。离岛乡民真期待有公共运输船，不过也是希望未来会当争取中央经费打造新船，互居民有更较好的对外公共运输工具。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樱花去年通报讲有484只海底海岸海龟客刷，7成发现的时已经死亡了。其中有4件是热心的民众家己先甲动物杀登去海里，这颠倒危险。海保署佮学者就指出讲，动物客刷的时身体就已经真虚了，上好时间救援团体来处理。
4只海洋去年10月一体客艇伫台中沙埔，其中2只经过救援了后，成功野放转去大海。但毋是每一只客艇的动物拢这么幸运。根据海保署统计，去年全台湾通报客艇的海洋海猪有159只，最后死亡150只；客艇的海龟有325只，死亡248只。鲸豚它其实是高度仰赖水生环境的动物了，它需要靠水体来支撑它的整个身体。搁浅的时候，对于它的整个身体的那个包括内脏啊等等的负担，造成紧迫而死亡。海洋海猪也是海龟客艇可能是因为破病受伤，或鱼船掠到，也是废弃渔网啊电到等原因。而且客艇的时阵，通常身体已经真虚。海保署发现，去年有3件海洋海猪甲1件海龟客艇案件。热心的民众伫救援人员到进前，先试的搭伫将因撒等于海内底，颠倒造成死亡。他的体力已经不行，你又把他推回去，到时候又换气换不好，或者说他过于紧张，他气孔不预期的开合，刚好一个浪泼进来呛水，呛海水是很严重的。第二个就是常在搬他的时候，你以为像拖一只死鱼把它拖回去，你可能让他的脊椎也伤到，让他所有的这个韧带也伤到。因为海洋海猪甲海龟拢靠气部喘气，无经过检查就凊彩撒等于海内底，恐惊造成伤害。海保署提醒，发现客艇的动物的时阵，民众要赶紧通报海巡，唔通搭直救，嘛要避免伫现场吵闹，以免造成客艇动物伤紧张，也是延误救援的时机。公视新闻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高雄市农业局这个辅导青蛙经市市场转型，利用低赛道来发电。去年底阿莲区的业者就摕到全国民间头一张绿电的凭证，一档省超过20万的电钱。绿电凭证若卖出去，可以当赚27万。每天只要有租到便就每天都源源不绝。发电机的声音隆隆叫，透过这窟窿内底收集的低赛道，经过过滤、发酵、产生沼气来发电。阿莲区这间市场自从做沼气发电了后，一年预估上悬会当发电6万度，若上无会当省20万的电钱。去年底，阁是全国第一间摕到绿电凭证的民间市场，敢若卖凭证，一年上济各有27万的收入。这个绿电凭证一张就会当4-5千块，一档加起来伊算起来有那会当20几万，所以。全部做这个绿电凭证加起来的收益我会当赚差不多40几万的。包括阿莲这间市场在内，高雄已经有9间拓牧场做沼气发电，一年的总发电量上悬有349万度，大约会当提供960户的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农业局表示，目前全国拢总有3间民间的牧场甲市场摕到绿电的凭证，这3间拢伫高雄。全国其实应该说全国3家的这个再生能源凭证的一个牧场都在我们高雄啊。那当然之前是第1家，我们每年大概可以取得大概5932张的凭证。那目前我们的统计已经转移了3700多张的一个凭证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兼顾环保哈，那也兼顾我们也可以增加我们农民收益啊，是一个双赢的策略。将低赛道回收做沼气发电，若减少环境污染甲臭味，业者佫甲发酵了后的泡甲液肥，家己看讲无条件分享给附近的农民使用。若低赛变黄金，也佫市地这个产业有了一个新的循环。记者柯家族、柯昭勇高雄采访报道。今年2月份开始高丽菜大出，产量是比过去增加2成。也毋过日本却因为落大雪高丽菜是减产3成。农粮署即马准备要甲1500吨的高丽菜外销日本甲其他国家，来帮助咱国内农民增加收入。一箱一箱的高丽菜运上柜，准备要外销到日本。今年的冬天气温低，真适合高丽菜生长，加上产地农民种植多，高丽菜产量比往年加2成。导致产地高丽菜每公斤差不多到10块。近期农粮署将辅导7间产地农民团体，要将高丽菜外销到日本等国家。他们那边的价格的话，其实是还不错，因为现在日本的高丽菜的价格大概是他们往年的2到3倍哦，所以这个时候过去的话，这个在日本卖的话，1公斤大概是台币120块以上。农粮署表示，日本今年因为受到极端气候影响，去年热天气温过悬，雨水分布无平均，加上日冬后大雪等因素，高丽菜收成无好，价钱拢比往年悬出2-3倍。但拄好碰上国内高丽菜生产过剩，会当只有外销帮助农民收益。以我们经营在地方来讲，都是以不管市价多少，都是以跟农民保价收购，然后就是跟日本那边谈定了，扣除我们的管销费用之后，
所有的利润都是回归到农民。媒合相关的一些加工业者去做像这个节切的供应这些团膳餐饮业者，然后另外也去辅导他们去做一些冷冻食品，来去让这个消费的市场价格比较稳定。果菜生产合作社就讲，近期高丽菜生产，产地高丽菜每公斤差不多到10块，但会当透过去做补价收购，每公斤至少12块的价效。欧龙刘师就讲，近期和7间产地农民团体合作，按算外销到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总共86柜，1500多吨的高丽菜。公司新闻王勇为你报道。文化部统计，13岁到22岁青少年使用文化币的消费已经超过5亿7千万了。有将近5成是用来买册，2成外是看艺术表演，1成外是用伫流行音乐。3月开始有一个国片要放映，文化部搁再吹落去，提350点去看国片，搁送100点。今日即间伫台北市市民大道上的独立册店，有真侪有关人权、台湾历史转型政治的册。文化部表示，今年到达文化币消费金额已经突破5.7亿，有48%的文化币互少年人摕去买册。独立册店讲，文化币政策确实互少年人买册意愿提悬。店内报表差不多是有5%的人有使用这个文化币，我感觉嘛真济。顶个月有去读书季，嘛有去共生音乐节，拢有足侪人用迄个文化币来买咱的册。さあ、眠りの中で魔性に目覚めよう。由台湾霹雳布袋戏甲日本动画作家合作的《东离剑游记》最终章，伫2月底开始放映。3月开始，也有侪国片准备上院线。文化部也提出诱因，若少年人摕350点以上的文化币去买国片的电影票，就会贵100点。国片的话，如果很好看的话，不用文化币我们也会看，但是如果是说因为文化币才去看的话，倒是还好，我们宁愿拿你文化币去买别的东西。如果有好看的国片，可能会考虑，可能会比较想要买书。我其实就是比较忙，没有时间看。文化部表示，40%的文化币互人摕去买册，21%用伫表演艺术，16%用伫流行音乐。国片的部分，因为今年侪国片上院线的时间拢伫3月以后，也有真大进步空间，所以才会提出回归政策，希望透过文化币刺激国片的票房。记者李玉凯台北报道。今仔3月24號是世界大考日，預估2035年全球大考的人口數會增加到19億人，相關疾病費用恐驚會開超過4兆美金。這幾檔台灣兒少大考的比例有增加的趨勢，有意思就提醒家長3歲到6歲囡仔都要好好來培養因食適的習慣。常常聽人咧講，囡仔大考以後就會抽懸甲有影。根據國健署的調查，各中小的學生大考的比率有年年增加的趨勢。3月初4是世界大考日，台灣有醫學會表示，根據學術的研究，細漢時大考的囡仔，唔有可能會提早發育，佫無一定會抽甲偌懸。小時候胖，未來大部分是胖的，大概有8-9成以上是胖的。那第二個部分會不會併發一些疾病？成人的部分，它會跟國健署有10大死因，它有跟8種。有相關，它有跟200多種疾病是有相關。那兒童肥胖會不會造成問題？也會。第一個，它會造成成人之後，它這些慢性病的增加。根據國際預估，2035年全球大考的人口數會增加到19億人，治療甲大考相關的疾病費用恐驚超過4兆美金。學會強調，在醫學上，大考是一種慢性病，大考的定義是脂肪傷濟造成身體的危害，所以學會呼籲減肥，唔是干那甲體重減輕爾，是要去減少脂肪的比率。另外，兒童胃腸科的醫生嘛提醒家長，3歲至6歲的囡仔是培養食食習慣的黃金階段，應當避免囡仔食傷濟含糖量高的物件。這些精緻的糖不要超過整天總熱量的10%啊，所以如果一個體重需要2000大卡的成人來講的話，可能大概就50公克的精緻的糖。其實這個也不是太多，你可能喝一杯大杯的珍珠奶茶，如果是全糖的話，可能就超過了哦。看他的生活形態，然後看他運動的一個活動量怎麼樣。那這些的話，可能其實我們在評估的時候，就會不同的小朋友他可能有不同的建議出來。醫生表示，雖然多數的情形來講，大考的時身體未有明顯的無爽快，不過脂肪的累積會大大增加各種慢性病含癌症的風險，嘛有可能影響囡仔的心理健康甲社交。
医生嘛呼吁家长，若是发现囡仔体重超过标准，应当量早找医生提供建议甲协助。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有台语文团体最近发起联署要推动政府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因呼吁政府要跨部门合作来推广台语。台语政策推动联盟在去年有举办第1届的全国台语政策民间会议，因招民间做伙来检讨语言政策。最近联盟发起联署，要求政府要成立台语复振委员会。因指出，亲像客委会当年预算有41亿，关民会当年64.7亿。根据内政部109年的调查，6岁至14岁人口当中，敢若剩7.4%主要使用语言是台语。联盟认为，若无专职单位来还，搁10多年后台语恐惊会消失。这其实就需要整体去规划。你到底要安怎为阮即寡两人区，家己塞厝地塞甲，互搁较侪人知影讲有即个计划。这无人去做，你就打袂出去啊！就干那伫咧公园站内底自嗨尔。联盟指出，台语的施工登记以来拢交予文化部和教育部在做，嘛互台语的复振受到限缩，无法度全面化。联盟建议政府爱下部门推动语言意识的培训，制定台语的政策规划。也有学者认为，台语有8成的使用人口，和华语偏偏拢是社会共通语，所以定位袂当限缩伫咧族群语言尔。学者嘛认为，比起华语，台语是愈通抵抗中国在台湾各方面的渗透。台湾华语伊生做的即个模样哦，基本上已经愈来愈亲像中国华语啊。无论讲是音素，也是讲一个思考的即个体系，你内底传的到底是中国传来的物件，还是一个假消息？所以讲这是国家安全，也佫有建立咱主体性上重要的一步吼。根据医法法学者呼吁政府爱对外交、卫生福利等等，伫咧无共公部门推动台语服务和意识培育，会当透过台语检定考试、工作坊等等的方式，伫咧公部门体系建立机制和配套。学者认为，安尼台语的转型正义甲复振，才袂变做干那是话口好尔。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4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